练习即个今仔要唱的歌。第一条是101首，救主搁我会早起，咱听钢琴。老师。再来。出现一个奇怪的字吼，这字叫做“烫”，对地上烫到天。好，第二节来，来。你是老了最结束，爱来其中人生，不知你多天空。第二节是感谢罗伊的牧师吼，为咱今仔日主题来新造的歌词吼，咱等下看伊顶悬的注音较来照迄个读。好，咱阁有另外一首是390首，学了天父万福本源390首。首咱应该较熟吼，说一摆。手机请咱关机，关做震动，一声。咱请用欢喜的心开始下载过活节礼拜，请奏乐。
主，你是人命冤的上帝，你是赦免冤罪的上帝，你也是跳冤到底的上帝。伫今早起的礼拜中，阮要同齐来思想，主是用怎样的疼来为阮受苦。阮也要同齐用欢喜感谢的心来思想，主的国话对阮生命所带来的拯救以及更新。兄弟姊妹，咱同齐来听。耶路撒冷的街路中，充满欢喜跳跳的气氛。迄时是搬过节，百姓对远远的所在来到遮买过节，总是伫即届搬过节甲以前的无相款，因为耶稣这位众人等待久久的弥赛亚，在骑驴仔进入圣城。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惨语。众人出快乐的声话讲：何神啊，跪伫大笔的后下，奉主的名而来的，应该得到恶乐。何神啊，跪伫至高。Yeah.
应现入城了后，当何塞那的话声渐渐消失的时，耶稣拨出时间，伫圣殿的所在得启示自己的百姓有关信仰甲人生的代志。虽然有侪人听入去因的心内，佮相信伊所讲的道理，总是犹原有人伫谣言质问有关伊官兵甲伊所教示的。但是无假节的头一日，就是遵守搬过节的日子。耶稣叫彼得甲约翰去到一个人的厝，伫遐备办，互伊甲伊的门徒通组织庆祝伫迄时上受尊重的传统。时辰到的时，因组织伫迄个厝的楼顶，三角坐着享受性的宴席。食饱了后，耶稣对学生讲：伫我受难以前，我非常愿望甲恁食即个搬过节宴席。我实实甲恁讲，我袂阁甲恁啉食，直到即个暗顿应验伫上帝的国。煞接耶稣阁摕饼掰破，互学生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然后，伊阁捧杯祝谢，将杯的饭分互门徒讲：恁拢着啉即个杯，因为这是我的血所流的新约，是为着恁，为着赦罪所流的血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搬过节的宴席了后，耶稣对伊的学生讲起特别来的日子，甲因所有面对的挑战。伊讲明，因要怎样应验先知的忏语，就是虽然因捌表明因坚定的信心，因犹原未道歉，无要认伊。伊甲因保证讲，着信上帝，搁较信伫我。我当要去为恁备办一个所在，总是我会倒转来，带恁去甲我三角大。伊应允因讲，伫伊肉体无甲因伫地的时，上帝会差遣保惠师，就是圣神伫因中间。佮讲，我将平安留互恁，将我的平安赏赐恁，恁的心无得逼迫，也无得惊吓。经过这个真亲密的分享了后，因去到一个安静通祈祷的所在，就是克西马尼园。伫即日，
当侪侪人拢咧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中上重要的经验，就是搬过节的事。耶稣却是完全将上帝伫心上的计划放伫心中，就是要互伊为着救赎世间人，诚做牺牲受抬羊羔的大计划。忽然间，迄个偏僻安静祈祷的会堂，受到规顿愤怒喊话的群众破坏了。有耶稣12个学生中间的犹大，带了祭司头、圣殿的守卫官、长老，甲侪侪仆人来抓耶稣，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。伫遐，耶稣受到因欺人，
因阁用假的感情来审判伊。伊徛伫警校书甲祭司头的面前，受到因用各种的罪名控告，想要将这位充满先知影响咱的耶稣除去。遐个动机无单纯的宗教领袖，最后真正达到因的计谋啦，就是将这位受称作弥赛亚的基督耶稣判了定十日的死刑。这位降世要用疼来服侍世间人的耶稣，当受到充满怨恨的暴民来宣判死刑。伫即日，以赛亚的惨语应验啦，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散，受最苦难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，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。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互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挞，互咱得到医好。耶稣互因带到各个他，就是叫做头壳碗的所在。伫遐，伊受顶十字架顶，伫众人的面前，甲两个大罪犯同受见笑、讥刺、甲侮辱。控告伊的人甚至到伫伊临终的时刻，还在侮辱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当着对十字架顶跳落来啊！伊救别人，却无法度救伊家己。上帝若是疼惜伊，就互上帝来甲救啊！甚至伫最后的时刻，耶稣犹原显明伊真实领主的本性，
就是疼正人，亲像伊为着控告伊的人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因为因毋知因所做的。伊甚至应允赦免伫伊身边的一个大罪犯，讲：今仔日伊要甲我点伫天堂。最后，耶稣大声喊讲：四面白啦，伊就断开。无几日之前，耶稣捌讲过这话：当我对地面受举起，我会带济济人到我的面前。伊所讲这话，就是在大声，互因知，到迄时，伊要受定伫十字架顶，来为着世间人的罪受死。耶稣断开的时，黑暗盖满全地面，圣殿的柱篱也对顶面到下面立做两边，地大叮当，石盘壁立。总是伫神掠中的神掠，就是遐个骄义无信伊的人。伫迄时，真侪信伊的人，甚至一位伫十字架前罗马霸总做见证讲，即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是一位真有地位、阁有公义的议员。因比拉多请求安葬耶稣的身尸，伊要右底部将耶稣的身尸包起来，下伫盐石所插的网内。
然后伊过一块大石，将梦的入口封起来。人若为着伊的朋友放杀性命，疼无比即个搁较大的。安息日了后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普光的时，历代粒的玛利亚甲另外一位玛利亚去探墓地。伫遐地大顶重，有一位主的天使对天降临，伊到伫墓前，将大石割开，坐伫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圣人灿烂光明，佮伊的衫白亲像雪。天使对妇人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互人钉12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亲像伊所讲的，伊已经告我，恁着赶紧去报互伊的学生知，伊已经对死告我啦。耶稣已经告我啦。耶
十字架，确实显明上帝怎样世间人表明伊的大疼痛，佮表明耶稣为着拯救全人类，甘愿牺牲家己。耶稣看无家己掠做奴仆的形象，佮成做人的款式，是非常自然的事。伊谦卑家己，顺坦上帝的旨意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上帝疼世间，甚至手术伊的独生囝，互竟然相信伊的人袂定论，会得到永远我。咱着自信伫耶稣，就是信心的源头，甲完全的创造者。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的苦痛。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。这是因我上帝，因我的主宰。这是耶稣上帝的圣羊羔。这是加略山的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圣洁的上帝，慈悲的主，你把上述你的独生圣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此时正做人，伊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来担当阮的罪，拯救阮脱离魔鬼的反射。因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替阮流血受死的功劳，洗清阮的罪，除去阮的不义，互阮有清气的心。主耶稣基督的告我，互阮信你的人，确信阮有永远的盼望。我们感谢出大声吟诗阿乐，救主大尊名，也要将你的疼甲告我好消息传播，互人知，引带搁较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，敬拜你，阮将本身献互你，
是世人伫你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服侍你，用各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。阿门。请咱观察上帝的话吼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8章第1节甲第10节。安息日过了，礼拜日天要光的时，马达拉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去探望，忽然有大地动，因为主的一个天使对天降临，将迄个石头割开，立伫迄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死那，伊的衫亲像西遐灵白，遐固守的卫兵行甲皮皮喘，亲像煞变做亲像死人。迄个天使甲迄个妇人讲：毋免惊，我知恁咧找，互人定是物件耶稣，你无伫遮，照伊所讲，伊已经告我来看伊倒个所在。恁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，伊已经对死人中告我啦。伊比恁大先到加利利，而且恁要见着伊，就会记我已经甲恁讲了。伊就赶紧离开梦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行去甲耶稣的门徒讲。忽然耶稣出现，对因讲：大家平安。因行堂前担伊的脚，甲伊拜。第10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毋免惊，去甲我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，去遐会见着我。以上，下面咱老师要讨办咱信息是忽然地大地震动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踮伫国外节一早起，咱大家三自一踮伫遮，为着要搁一摆庆贺主基督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，为着要纪念咱属伫伊，咱是伊的囝子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会当组织做一伙同齐来敬拜，学乐咱的主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告我赢过这一切世间的权势，也互阮得到新的愿望。愿主你真做阮的帮衬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愿活出告我的活命。互阮每一日拢通讲起上帝你奇妙的所做，愿你祝福。今仔日阮自一踮伫遮，通过你的话，愿搁一摆了解你的心意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告我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是一个咱不断的纪念，也咧讲，也咧宣讲的信息。毋过，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所拄着上界困难的信息，敢毋是？伊上界困难是因为，当咱咧人讲，咱所相信的是一个国外的主的时阵，侪人一定会问咱一个问题：你要安怎证明？所有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：你要安怎证明讲人确实会对死过活？啊，明明都遐侪人拢已经离开，遐侪人已经过往，到底人是要安怎过活？坦白讲，这是一个真困难的答案。咱真歹回答，但是当每一摆咱组织做一伙，通过圣经的时阵，检采咱也咧看，应该是讲咱来问另外一个问题是：到底上帝踮伫基督内面的心意到底是甚物？上帝踮伫基督内面的心意怎样帮助咱认捌过活？所以，咱伫这礼拜中间，咱对顶礼拜的主日、中秋主日，到伫现在，咱咧行受难周，咱通过一摆搁一摆，通过礼拜，通过上帝的话，通过祈祷，咱咧观看，到底上帝踮伫基督内面，伊咧做甚物？顶礼拜踮伫中秋主日的经文中间，咱读到耶稣要入城，耶稣入城，所有人伫边仔咧喊话讲：何塞那，何塞那！这是应该爱称颂的君王，毋过真紧，即阵咧欢迎耶稣入城的人，无偌久，因煞真做啥物人？伊煞真做咧边仔喊话讲，甲伊顶是一个的迄群人，同一群人，无几工进前是欢迎耶稣入来，几工了，因开始喊话讲，甲伊顶是一个。
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耶稣甲因的期待无共款，耶稣甲因所想象的迄个君王无共款，所以即阵原本欢迎因的人，却正做等于是一个迄阵人。耶稣孤单面对受难的事实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行，到伫顶是一个到伫临终开灯，互人埋葬点伫梦内面的时刻。这宗教领袖并无停止因所做，因继续毋那是将因放入梦里，然后佫派兵丁围点伫耶稣的梦外面，用一个石头用封条甲伊全部拢封起来。因为因咧想啥物？因咧想的代志是，若是即个人的门徒走来甲即个身躯摕去，毋知影啥物倒在藏起来，然后佫讲伊已经告我要安怎？所以遮个人用济方法，为着要甲耶稣捆绑起来，为着想要保护的是因的性命，无想要面对变化。因的性命无想要面对耶稣所讲的，有可能是真的。这会互咱真奇妙，因为看起来，啥物人相信耶稣会救我？看起来，这个人敢若比咱较相信讲耶稣会救我，敢毋是？所以，因会选择用济方法。准备要将这个梦甲伊关好势，派兵丁甲伊围好势，因为因烦恼讲，这个人讲的可能是真的。但是伊的门徒咧，伊的门徒伫受难的时阵，四散到伫济所在，因毋敢面对阁煞来，到底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因的心情充满懊恼，充满悲伤。充满对济家己的生气，嘛一直咧问，过来要安怎办？所有愿望，若亲像互人关伫迄个，全部拢是兵丁围咧迄个梦内面。所有愿望，互人关伫迄内面，若亲像一点光都无出现，人敢若会当继续活伫黑暗的中间。其实。这也是咱的性命，这是咱的性命。伫咱的性命中间，咱面对济哀伤；伫咱的性命中间，面对济失望；伫咱的性命中间，咱面对济咱身体的软弱，咱心灵的软弱，直到咱失去愿望，若亲像也互人关伫迄个小小的空间内面，完全看袂到一点光。咱的性命互人关伫这内面，也就是安尼，国外才会对咱有意义。国外意义是啥物？国外意义是点伫迄个黑暗，无法度阁看见光的时阵，原来伫迄个背后，犹原有光伫地，犹原有疼伫地，犹原有愿望伫地。你的日子犹原是会当向前行的。所有人拢认为死亡是一个遍地青烟，是一切拢无啊。毋过，咱继续通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就看见原来戏也阁有咧，原来戏也阁要继续搬落去。伫四本福音书内面，互咱四款无共款国外的故事，伊也咧回答到底国外是啥物。伫马太所写的内面，伊讲到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忽然地大震动。忽然大震动起来，这个大震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震动哪亲像是拍破所有的暗静。当耶稣互人关伫迄个梦内面，兵丁围咧，石头封咧，哪亲像所有拢无爱的时阵，这个大震动咧代表的是上帝的行动已经拍破所有的暗静。这个大震动了后，遐个兵丁非常惊，因为看见有天使出现，那四那共款，三那四遐白，因开始充满惊吓，包括什么人嘛惊吓？
去到伫遐的莫达列玛利亚，甲另外一个玛利亚去到伫遐的时阵，因嘛共款惊吓。原本是绝望，原本是毋知影要安怎行，无想到讲即个大地动撼动所有的人的心，撼动所有的人的心，然后天使讲啊，天使讲毋免惊，毋免惊，恁要找迄个互人定是一个耶稣，伊无伫遮，伊已经够活啦，伊已经够活啦。恁来赶紧去加利利，甲伊的门徒讲，这个大震动，毋那是物理的大震动，也是每一个人心理的大震动。迄个意思是，咱有当时啊感觉惊吓，有当时啊感觉野生，有当时啊感觉跨路，有当时啊感觉软弱。抵到咱无法度搁向前行，咱有一烦恼，咱无法度搁继续向前的时阵，这个大震动出现是上帝亲自的行动，伊要邀请咱看新的事，伊要邀请咱搁去看耶稣基督搁活，耶稣基督搁活要改变咱每一个人的活命。马太点伫耶稣进城的时阵讲。全城拢喊起来，到伫遮，伊忽然间佫对咱讲，经验的是一个大震动，这个震动拍破一切的想象，这个震动拍破咱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告我是真实的故事，告我毋是干那讲一个人真正对遮告我，也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尔。伊咧对咱讲的是，告我是新的故事咧发生。耶稣基督的告我嘛，代表这个告我的开力影响咱每一个人，互咱的命，互咱的性命嘛重新个活起来。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，因为这个妇女的反应，甲咱所有人拢共款。这个妇女的反应是啥物？一边是惊吓，一边是欢喜，因一直咧想，这到底是真的也假？这到底是真的也假？到底现在我所看到这个代志是啥物？毋过，因选择向前行，因选择要去加利利，因选择要去济人见证讲，耶稣基督已经告我的消息。伫因的时代内面。有真人其实袂当做见证，只有查甫人才会当做见证。但是，这个妇女因的性命愿意讲出因所见证的是，耶稣已经活伫因的性命中间了。就踮伫这个情绪中间，有惊吓，有欢喜，有济期待，面对济复杂的情绪的中间，忽然间因看到什么人？因看见耶稣，忽然间因看见耶稣，耶稣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耶稣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这两个妇人人赶紧去揽耶稣的脚，耶稣佫继续讲啊：“毋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踮伫遐，因会见到我。”耶稣对妇人人讲话。耶稣嘛对咱讲话，是基督的话，安慰每一个受伤的灵魂；是基督的话，来推动咱向前行，鼓励每一个已经失去盼望的生命。嘛是耶稣基督邀请咱成做伊告我的见证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告我的见证人。咱是告我的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是通过咱的生命显现出来的。过去这段时间，咱经验世界真大的转变，咱也踮伫逐工面对着对方到底对咱会发生什么代志，的这款恐怖甲惊吓的中间，有当时人一直咧问。到底咱的未来是啥物？到底咱会当怎样搁向前行？
昨是言论自由日，4月初7，4月初7是言论自由日。当今仔日的咱会当享受言论的自由的时阵，咱也搁一摆见证的是，国外的开力其实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会当讲起上帝踮伫咱逐人生命中间的所做，也通过过去这个礼拜中间，咱几场的受难周特别礼拜，咱是一步一步咧观看上帝的作为。每一天的圣经节，带咱看见新的画面。头一日，咱通过玛利亚的奉献，重新咧想，咱的生命到底要浪费伫什么事？看起来玛利亚的奉献是浪费，但是踮伫国外的眼光内面，这个浪费煞真做全新的意义，因为咱会当创造新的价值。伫第二日，咱通过一粒麦啊，无落伫第二死啊，游完一粒死，就要结出济济的果实。咱清楚知影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学习基督的款式，死来活。因为知影有结束，所以咱才有法度勇敢搁向前行。到伫第3集，咱对玛利亚伊的眼光来看，到底受难是啥物意思？咱也学习，原来咱的生命是永远咧学习未知的功课。伫一步一步咧向前行，到伫今仔日，咱若亲像迄2个负责人共款，咱的心虽然看起来有济济妖奇，有济济惊吓，踮伫一个小小的空间内面，总是迄个大震动，迄个地动已经摇动了咱每一个人乖目的心，互咱会当勇敢，搁继续向前行。搁偌济，咱清楚知影，搁活是上帝家己的行动，是上帝家己的行动，带咱经验真实的搁活。搁活的故事了后，马太福音的结尾是咱所熟悉。咱所讲的大使命，马太福音上落尾咧讲啥物？恁爱去，互万百姓诚做我的门徒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，并且教导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命令。爱会记哩，我会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咱常常用这段话咧鼓励兄弟姊妹讲，咱爱勇敢去传福音。毋过，当咱咧读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千万毋通袂记哩。这是马太的落尾，马太的落尾头前，咱今仔日所读过偌济的经文，过偌的经文咧提醒咱，只有真正经验过偌的见证人，才会当勇敢踏出未知的脚步。忠心见证基督的作为，只有经验过我的见证人，才会当真正学习成做门徒，是基督的军队者，也是每一个宣扬福音的使者。也只有基督经验过我的见证人，才会当体会基督迄个永远未消失的疼，也用这个疼。奉爸囝圣神的名，为每一个受伤的灵魂行洗礼，互因归伫基督的怀抱内面，经验永远的价值。咱是基督国我的见证人，咱犹原会面对济济问题，咱犹原会面对身躯边的人对咱的质疑讲，恁一直咧讲国我，但是到底国我是甚物？咱犹原会面对这个问题，犹原会面对未知，犹原会面对我毋知影要安怎讲。但是主的话所讲的是甚物？我要常常甲恁伫地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地，陪伴恁直到世界的落尾。也就是安尼，咱今仔日。伫个偌济的时刻，咱肯定一件真重要的事实，
咱已经得到基督告我的活命。这个活命要带领咱超越过时间、空间，超越过任何咱心灵的欠缺、失去愿望的心，超越过这一切，互咱勇敢踏出去讲，我是基督的门徒。勇敢向人见证讲，我是基督所听的囝子。咱是基督所听的囝子，上帝的听永远无离开咱。今仔日，咱踮伫个活节，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，是咱得到新活命的日子，是咱继续写故事、讲故事的日子。忽然，地大震动，咱就是基督告我的见证人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。忽然地大震动，了准结束，了准死亡，了准安静，了准亲恩，了准是曲终人散。忽然地大震动，摇动了天，摇动了地，摇动了乖目蒙蒙的石头，摇动了困目人心的权势，摇动了所有的掠准，所有的无可能。登到山顶吧，搁改一摆出发的时刻已经到了，恁爱去，我要永远甲恁同在，直到落尾，因为听永远未结束，听永远存在。基督的听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勇敢向人见证。告我的主已经活伫咱的生命，告我的主也通过咱的生命，已经见证，伊永远伫地，伊袂放散咱，咱有永远的愿望。请咱同齐用圣诗101首。救主告我的早起，来成做咱的回应。救主告我的早起，愿你保佑欢喜，使咱快乐度过节，救主我在的地，咱做基督徒经刷对世真日兴旺。
咱做伙来祈祷。国外的主基督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赢过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已经赢过一切世间的势力，互阮清楚知你好调阮，你听阮每一个军队里的人。主，阮将阮一切的焦急、不安、跨路、烦恼，完全交伫你的手，也将阮一切身体的病痛、心灵的忧伤，完全交伫你。因为阮清楚知影，你的光要照光阮。踮伫无路通行的时阵，国外的主要带阮行头前的路；踮伫阮感觉软弱、无盼望的时，国外的主，你要赏赐阮，互阮永远带着新的盼望向前来跑走。愿国外的主使用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成做尽忠的见证人。踮伫每一个所在，踮伫每一个角落，勇敢讲起基督国外的好消息。主，你的听永远存在，愿你成做阮的帮衬，成做阮的盼望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坐。我来做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
头一项咱北克的圣经学堂，咱的进度读到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15节，所以欢迎咱会当踮伫拜三暗暝踮伫线顶，咱会当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来小会的公告是，咱小会有通过要聘任张简英金牧师，真做咱教会关怀牧师，会对6月份开始吼。张简牧师2016年对台湾神学院毕业，伊传道书踮伫家己中华新港东教会，后来踮伫家己大专做牧师，伊会踮伫6月份的时阵加入踮伫咱牧者的团队中间。所以煞遮总务部嘛开始会进行，就是对面咖啡屋楼顶遐的整理，嘛上煞将山路的违建迄个部分也做一摆整理吼，有漏水的所在会做一寡处理，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咱遮的代志吼。好，今仔日咱是过外节，所以咱做伙享受过外的喜乐，咱一个圣歌队会分迄个过外两来。送到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中间吼。先报告另外一件需要咱大家关心甲带到的消息吼。沐晨美惠姊妹就是沐伟良兄弟的太太，已经踮伫4月初6公主稳调。美惠姐其实真辛苦，因为有真长的时间踮伫迄个患病的中间。是毋甘，总是咱也感谢主的恩典，愿上帝听，继续踮伫维良乡因的家庭中间。伊会踮伫拜4，就是4月13上午10点吼，10点是踮伫殡仪馆的10号日验室来举行日验甲日验礼拜了要火化。15伊是火化了，15拜6早起10点会踮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来举行告别礼拜。所以嘛，请咱的兄弟姊妹共同为着维良乡因的家庭来祈祷。今仔日维良乡踮伫后壁，阁有伊的迄个囡仔拢有倒来伫咱中间吼，所以嘛继续咱为着维良乡的家庭来关心甲带祷。好，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。等下礼拜三以后，咱会当继续互动甲交易。即马要邀请圣歌队来分咱的过外两来分享上主基督过外的喜乐。踮伫过偌济时，通过咱搁一摆看见新的愿望，愿主耶稣基督搁我的愿望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成做咱的祝福，也互咱会当勇敢成做基督的见证人。有人无摕到即个两。咱做伙来读囝的经句吼，咱来读2道吼。耶稣甲因讲，毋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伊去加利利，
伫遐因要见着我。马太福音28章11节，耶稣甲因讲：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，伫遐因要见着我。马太福音28章10节。最后，咱来吟上元圣诗，圣诗390首。俄罗天父万福本源，请起立。踮伫恁逐人的生命中间运行做工，互恁通得到对死个活的新的活命。踮伫每一日宣扬天父上帝奇妙的作为，通过圣神上帝的恩赐，踮伫咱生活的中间勇敢见证、勇敢服侍，真做正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